另外，伫个家己的季节，即个风台呢嘛是同款算长甲真忝。这县政府是有向中央来申请经费，请临时工来帮助重建。其实这临时工呢，大多数拢是在地人，计共是超过100个。这也是嘉义县在迄重建临时工人数上界侪乡镇。临时工协助民众来乡公所申请风台受损的补助。因讲真侪年岁大长辈毋捌字，要写的物件嘛真侪。透过这个临时工的机会，毋但协助长辈，家己嘛会当学到物件。我们家也是有受灾户，所以我们来这里学习，至少我们回去那边有客人，有人问我们也是可以帮忙协助啊。有的一天跑了好几趟，所以说舍不得他们就是来协助，而且我又可以学习到，原来公务人员真的是蛮辛苦的啦，他们的文件这么多。除了伫乡公所协助办理业务以外，有搁较侪人是伫外口整理因为风台变垃圾的环境，甲风台水灾产生的粪扫做分类。嘉义县的义理乡因为风台造成真大的损害，透过中央经费的补助，聘请超过100名的临时工，要加速来进行灾后的整理工作。这些临时人员是中央补助的经费，就是所谓的以工代赈。那这些人员呢，接下来就是协助我们做这个，比如说一些分类，因为一开始可能我们收进来的这些垃圾呢，其实分类做得并不好。那我们让这些临时人员帮忙协助把这些分类做好。我们前几天来都是下雨来工作，我们看了也很心酸啦，看每个灾民都很辛苦。乡公所表示，伫遮斗3工的临时工拢是异地人，因领的是上少的薪水，煞是做真辛苦的工课。感谢因的协助，互乡内灾后重建的工作会当快速的来进行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